没做那么的。你们做那么的，那是这个干是家的嘛？啊，就找不来哦。没家拿开喂，哎呀，他点没咯，不顾点我这里。没家今天拿这里，不必去看路里边了，老到位看了。这边嘛，这过去，我当过这过去，这是被老味道。啊，那边小小鸡搞住了嘿。没做了跑点没做了，我鸡还怕哎。哎，我住了那搞。啊，要多白茶，我就会把骨头吃开了。要啦，那是。那搞了还在没去路。啊，搞这没得。哦，你要带吗？哦。这，来你妈屋里阿么？妈吃啦，看路呢。抽他带呀，我讲我们操嘛，你干嘛呀？把骨头带呀？这个带呀带。那去，你来，打我。啊，来妈屋拿。叫我来没咯？叫我想我们。我你来。你带姑娘来。姑娘来了。那姑娘来。我顶。搞房子的没，就他们跑，啊，叫咩嘛贵咩嘛，叫咩贵咩。就这样的呀，是可能是我。嘿嘿，你们来没来呗？对呀。来接他们嘛呀的。你买哪怕买哪个？他的那么开心。啊？哦，吃了。那开心呢？你好在了，你看提家这边我跑。你不来，就要让谁喝？你好在，你提家这边。哎呀呀！我搞看嘛个里头，我买我参加了。那咖啡上过来了吗？我搞看嘛，能带去。我没跑。我参加跑。我在这边。干了嘛？洗什么干？我搞看这些都我看到那啥。还没看你不干了？洗什么干哟？那啥了？那干。还没在洗什么干啥了？记得了，叫他。那个洗什么干？叫他去。叫他干。叫他干呀。breakfast 在家呀，要 breakfast。我们开不呢，就这个看老带你包干没？啊，你买起来来了，俺买。其他个把就得把拉样的，这个不轻，不轻啊你了。我就把猪里带来去，俺要看看啥子，俺要看看啥不猪呀，不轻那就格拉维搞搞了，哎。哎，我得不在。老干一下就老婆。我不来了嘛，是个家伙，我不来了。啊对。哎，要不包了，就我第二个店呢，都我没给嘞。啊。前面路大了，我了。啊。我操，你那个了。哎，看到大家的。这个鸡嘛跑。你给的鸡嘛。够了。